今日咧又同大家做翻個錄播啦。星期一咧我就將我嘅分析咧就已經擺咗上去我哋個 WhatsApp 群組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唔想 miss 我哋任何嘅資訊嘅話咧，可以係掃隔離個 QR code 咧，咁就加入我哋個炒賣交流群。入邊會有好多嘅資訊去分享俾大家嘅。咁今日咧，我最主要咧係睇咗一啲嘅市場嘅數據啦，即係屬於基本面方面嘅分析啦。咁其實我發現咧都有啲資訊係需要話俾大家知，同埋俾大家了解到係有啲警號出現咗嘅。咁所以其實今日咧，我最主要咧就係想同大家講一講 GDP 啦，同埋一啲非農數據上面咧，咁到底佢哋嘅預測之後咧係會對個市況有啲乜嘢影響嘅。咁喺開始之前咧，亦都要同大家做咗個免責聲明先。咁跟住落嚟我講嘅圖表、消息、數據、新聞等等啦，全部唔涉及任何嘅投資建議，純粹係個人嘅記錄咧同埋學術研討之用嘅啫。OK， 好。嗱，咁今日咧新聞咧就其實冇乜嘢講噶啦。最主要咧其實係想同大家講就係今晚嘅數據啦。OK， 咁同埋會加埋就係星期五嘅非農數據。咁我哋先睇一睇啲數據先。OK， 好，放大少少啦。今日星期三。咁今日咧，其實想同大家睇一睇呢一個 GDP 數據，咁我已經開出嚟㗎啦。大家會見到咧個 GDP 突然之間由上一次嘅第四季 ，OK 2.4%去到今次嘅預測咧係0.2%。咁當然啦，大家睇個數值就知道個 GDP 增長咧其實係低咗好多，亦都少咗好多。OK，其實如果今次嘅 GDP 咧開始係真係出現咗個數值咧，其實係位於呢一個嘅2.4樓下嘅話啦，即係上次我都講過啦 ，GDP 如果連續兩季係做咗一個衰退嘅時候咧，某程度上已經係代表咗美國進入咗一個經濟衰退嘅階段啦。咁其實今次如果你話佢第一季第一次呢一個嘅 GDP 嘅話咧，咁其實已經去到預測係0.2%，佢後尾嗰兩次嘅 GDP 去到中值咧，再推翻出嚟嘅時候，會唔會話好容易升翻上去2.4%咧？咁我諗會有啲難度。咁所以其實暫時我哋可以前瞻性咁樣去判斷咗，就係美國咧現時已經係步入咗呢一個衰退嘅期間㗎啦，經濟衰退嘅期間㗎啦。OK， 咁但係呢一個 GDP 咧，我認為我哋有另一樣嘢咧，我哋係要去考究嘅。咁就係考究啲咩咧？就係到底呢一個 GDP 係特朗普造成啊，定還是係鮑威爾去造成啦 ？OK， 因為其實特朗普咧之前上任係大概係我冇記錯嘅話係1月20號左右啊嘛。如果有錯你哋話翻俾我知啊。OK， 咁其實佢1月20號去上任嘅時候，只不過係去到2025年嘅第一季啫。OK， 咁我唔信佢可能上任嗰11、2日咧係會對個市場嘅第一季嘅 GDP 會造成咁大嘅影響啊。咁所以我自己會認為啦 ，OK， 咁就特朗普應該就同今次嘅 GDP 咧就唔係好關聯，關聯最大嘅係咩咧？就係美國嘅聯儲局啦。即係我之前一直都強調同大家講就係話，特朗普雖然推出咗一啲關稅戰，但係其實佢打關稅戰呢一樣嘢咧，唔係暫緩咧，就依家就話同人哋傾緊。咁即係好多嘢雖然係表面上實行咗，但係唔係一個叫做確實嘅一個限制，即係大家都會見到中國啊同埋美國開始對某一啲嘅產品、某一啲嘅商品咧係有一個免關稅嘅稅收啦。OK， 咁其實證明咗呢兩個國家都唔希望呢一場嘅關稅戰係維持太耐嘅。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我自己會認為就係而家市場上面咧美國嘅經濟衰退咧個成因咧絕對唔係因為特朗普。咁但係我之前亦都講過好多陰謀論啦，就係話鮑威爾，如果你哋係鮑威爾嘅話，你哋做錯事，梗係唔想孭飛啦。OK， 咁啱特朗普出嚟亂咁做嘢嘅時候，咁大家都想將隻鑊推俾特朗普啦。OK， 咁所以其實大家要喺呢一個 GDP 上面咧，要好清晰一樣嘢。咁我自己點解要清晰呢一樣嘢咧？因為當我哋清晰呢一樣嘢之後咧，我哋就會見到嚟緊特朗普佢嘅措施咧。咁我哋判斷個方向亦都可以話係諗多一步，即係到底佢係一個好強烈性，就係要個關稅戰去持續啊，定還是係要整頓好美國嘅一切咧？咁我哋之後就拭目以待啦。OK， 咁 GDP 講完啦，其實今晚咧都仲有一啲數據咧係重要嘅，要同大家講一講。呢一個非農業嘅即係 ADP 嘅職位增長人數啦，民間組織設嘅一個增長人數啦。咁其實佢今次嘅預測咧就比起上次嘅數值咧就係低好多嘅。OK， 今次預測只係增加114000個職位啫。咁其實
某程度上嚟講，我哋今次睇呢一個數據咧，暫時睇佢預測數字就 OK 㗎啦。因為其實而家 GDP 同埋呢一個嘅職位變動數據都比較差。咁我哋睇埋星期五嘅非農業職位變動數據先。好，咁啊碌去星期五先啦。嗱，星期五嘅非農業職位變動數據，咁佢上次咧係228000人，今次咧係129000人。咁其實呢幾個數據我哋都會見到個跡象咧，就係比起平時美國預測啦係差啲嘅，美國預測係差啲嘅，即係比起上次嘅數字，亦都係有回落啊！即係所有嘅數值都係表示緊俾你睇，就係聯儲局暫時見到嘅 signal， 所有嘢都係判斷美國咧係個經濟咧係有衰退嘅現象。嗱，咁今日星期三其實都仲有樣嘢可以睇嘅，就係呢一個 PCE 數據啦。PCE 數據，咁 PCE 呢個數據咧，我哋睇呢一個就得㗎啦，即係物價指數。OK， 咁亦都係對比起上次嘅數值嚟講咧，係下跌咗嘅。OK， 咁亦都同大家講過啦 ，PCE 係直接影響呢一個通脹數據 CPI 呢一個數據㗎嘛。咁其實而家 PCE 下降咗嘅時候咧，代表咗啲乜嘢咧？就係到底我哋要諗嘅方向就係到底美國啦，依家係開始步入一個經濟衰退嘅週期，進入一個通縮嘅階段。嗱，唔係通脹啊，係通縮嘅階段。定還是係佢哋真係本身個經濟好，而令到嗰個嘅PCE 唔會話升得咁犀利咧 ？OK， 呢個係我哋要諗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問題。我自己就會認為係美國咧，因為個經濟步入衰退，所以引致到咧佢哋嘅人民啦都唔想去消費啦，從而亦都令到一啲就業嘅數據咧係開始慢慢個數字係回落啊，啲職位增長亦都越嚟越少。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咧，某程度上我哋係會見到一個警號嘅存在。咁所以其實嚟緊咧，全世界咧可以留意多一個數據，但係唔係今次，就係個失業率數據。今次我哋要留意嘅係咩咧？個失業率會唔會繼續上升先？失業率會唔會繼續上升先 ？OK， 因為佢由本身2月7號出完嘅失業率啦 ，OK， 去到依家都係持續上升緊嘅。OK， 如果佢嚟緊今次嘅失業率咧，即係星期五嘅失業率咧，係出4.3% 嘅話咧，即係意味住而家美國嘅失業率越嚟越多人失業啊嘛。OK， 咁亦都代表咗，咁點解會多咗人失業先？一定係啲企業唔夠錢啦，又或者企業破產啦，跟住然之後炒人啦，先會提高咗個失業率嘅啫嘛。即係你唔會話經濟好好嘅時候，突然之間失業率係咁升。OK， 咁呢一個係一個邏輯嘅問題啊嘛。咁所以其實而家咧，我哋要留意住個失業率就係到底會唔會持續上升。OK， 到底會唔會持續上升？如果失業率都會持續上升嘅時候咧，咁更加可以肯定咗就係美國咧已經步入咗一個衰退嘅階段啦。OK， 咁其實美國衰退對我哋嚟講，我哋要做啲咩準備功夫咧？美國衰退，我哋要留意嘅就係到底佢會唔會減息去救個市咧 ？OK， 到底佢會唔會減息救個市咧？咁當然啦，你話市面上傳言就話係6月先開始正式減翻息嘅，咁但係依家會唔會有機會加快咗減息嘅速度咧？咁到底佢真係去傾減息呢一樣嘢嘅時候，亦都會唔會話令到我哋嘅市場會有一啲嘅機會可以存在咧？咁依家同大家睇一睇個圖表分析啊。好，咁我熄咗新聞先。好，咁先同大家睇一睇個美金啦。OK，咁其實美金咧我都講過㗎啦 ，keep 住喺100樓下。咁其實依家咧佢暫時咧就落到去，等我揾翻支筆出嚟先。OK， 暫時咧亦都係一個10天移動平均線下方啦。咁其實10天移動平均線大家都會見到由呢一個位置開始咧，其實佢個規律咧都係頂住條10天移動平均線去行。咁所以其實我都會預計喺今個星期嘅基本面上面咧，亦都會判斷就係美金都係處於一個劣勢，比較弱勢嘅。咁佢之前雖然呢一度跌落嚟，但係咧咁啱就喺呢一支嘅陽燭燭身嘅中間，咁叫有啲支持。但係所以其實嚟緊今晚同埋星期五咧，我又預計美金咧係會繼續插落去啊。咁如果美金係真係繼續插落去嘅時候咧，咁其實亦都會反而係利好翻我哋嘅市場，就係加密貨幣同埋黃金啦。OK， 咁我哋唔講美金太多，直接睇一睇個加密貨幣先。加密貨幣咧，其實今個星期咧喺日線圖上面嚟講咧，其實就喺高位度做咗一個徘徊啦。OK， 呢個高位我亦都之前已經畫過出嚟㗎啦。咁其實佢喺高位做徘徊嘅時候，咁我講過啦，如果喺高位徘徊嘅時候，得兩個可能性嘅啫，一係
就做一個平台，令到佢後市繼續升。OK。一係就市場等緊一個好重要嘅消息出，咁我相信個重要消息咧，應該就會係喺今個星期嘅PCE 啦，同埋呢一個非農業職位變動數據同埋失業率。失業率咧，如果記住佢持平嘅話還好，如果真係去到4.3%咧，市場嘅投資者就會開始猜疑到底你美國係咪已經正式進入衰退嘅階段。咁當然啦 ，GDP 首當其衝嘅 ，GDP 係首當其衝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咧，我相信只不過係市場等緊去確認美國係咪進入衰退嘅階段，然之後如果係嘅話，美國我哋要諗幾樣嘢。第一，美國係咪進入衰退？第二，美國幾時會開始減息進行去救市 ？OK， 咁如果呢兩個因素都係齊晒嘅話咧，咁其實就會令到加密貨幣繼續衝上去，因為以上嘅條件都係利空咗個美元啊嘛。咁其實上面嘅位置已經畫咗出嚟啦，98,000蚊左右啦，98,000蚊左右啦，第一個阻力。咁第二個阻力咧，咁其實要睇到係10萬㗎啦。OK， 咁暫時你話如果加密貨幣，其實大家都會見到啦，已經開始轉勢啦。你哋淨係睇呢一紮嘅移動平均線啦，其實都係偏向上，同埋而且個價位已經係升穿翻晒所有嘅移動平均線喺呢一度。4月22號最後一日一支大陽燭衝上嚟嘅時候，已經係升穿翻晒所有嘅移動平均線。咁所以而家暫時比特幣嘅趨勢，我哋可以向上睇翻。但係唯一一個唔好嘅缺點係咩咧？就係佢嘅成交量依然我都覺得係未足夠啊，依然都係比較平淡少少啊 ，OK， 咁所以我會認為咧，即使佢升嘅時候咧，佢唔會一波就咁衝上去爆上去，反而係慢慢陰啲咁升，慢慢陰啲咁升。好，咁我哋而家睇一睇個以太幣先。咁其實以太幣啦，同比特幣嘅情況一樣，但係以太幣咧就會多少少足跡，我哋可以睇到就係因為佢而家俾條50天移動平均線咧係壓住佢嚟行，咁同時之間咧佢亦都未突破呢一個我之前 mark 低嘅位置，就係1815呢一個位置。咁啊呢一個位置咧叫做掹車邊突破完之後再跌翻落嚟，所以佢而家咧亦都係啦，好明顯就喺個頂位度等緊一個突破時機。個頂位喺邊度做出嚟咧？好明顯就係呢一個位置做出嚟啦。咦，我支筆咧 ？OK， 呢個位置做出嚟啦。OK， 呢個位置做出嚟啦。咁佢突破咗嘅時候，咁上面我哋要睇咧，其實係可以睇遠少少嘅。OK， 可以直接睇到去大概2100蚊附近啦，2100蚊附近啦。當然中間亦都會有個阻力位，就係1905啦，1905啦。咁暫時以太幣咧，其實同比特幣嘅情況都係好相似，都係等緊消息。咁而家暫時兩個市場已經話俾我哋聽等緊消息。咁我哋睇埋黃金呢一個市場，到底黃金係咪都係等緊一個消息咧？咁其實黃金咧，本身我預計佢咧，無論週線圖、月線圖同埋日線圖，我都係睇佢偏跌嘅啦個趨勢。咁但係佢喺呢一個嘅下跌三角形入邊啦。OK， 而家突破咗上嚟，咁其實咧佢開始做緊一啲回踩，咁所以我會判斷個金價咧有機會係跌完之後先升。OK， 咁跌到幾多咧？咁其實大家要留意呢一條嘅藍色線，畫得比較醜樣啊，唔好意思啊。留意呢條嘅藍色線，咁其實佢有機會回踩咧，即係佢點解佢會回踩？因為佢呢一下嘅突破係好細嘅力度去突破，咁所以就會令到佢突破之後冇力。然之後回踩翻落嚟，咁啊大概可能去到3260幾嗰啲位置咧，先再進行一個暴升。OK， 點解會暴升咧？因為美國開始進入一個衰退期啦。OK， 美國開始進入一個衰退期，大家會見到咧，黃金喺呢一個位置咧落翻嚟嘅時候咧，落到嚟呢一度個速度咧開始放緩咗啦，冇咁快啦，冇咁急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亦都可以判斷暫時嘅回吐咧調整已經係完成。咁最後一波嘅調整咧，咁我相信亦都可能會試多次，大概係3270啊、3260幾嗰啲位置，然之後先再去抽升翻。OK， 咁啊黃金我自己就會判斷暫時嚟講，如果你話因為佢係比較矛盾嘅狀況，喺基本面上面所有嘅數據都係利好嘅黃金。OK， 但喺技術層面上面嘅話咧，個黃金咧就暫時唔係話太利好，因為佢處於一個下跌嘅趨勢入邊啊嘛。咁但係而家基本面同埋技術層面，我哋要點睇咧？我自己個人咧就永遠會睇基本面係大少少，大過一啲技術層面，因為我都講過就係話技術層面係盡量放喺一啲冇基本面嘅參照底下，然之後同市場揾到共識嘅一啲主觀嘅分析。咁但係如果你話係基本面出到嚟
全部都係利好嘅話，咁其實個市場係好難跌嘅。咁所以其實黃金咧，大家可以留意幾個位置啊。第一個位置咧3287，第二個位置咧3262。OK， 3264附近啦，咁呢啲位置咧都可以進行一啲部署，咁但係當然個方向咧盡可能係睇翻升會比較好啲啦，因為而家基本面亦都係令到黃金咧係削弱咗個美金，咁啊從而利好咗黃金，咁而且黃金咧亦都喺呢個圖表上面咧係突破咗呢一個下跌三角形，即係佢而家已經係慢慢開始叫做推開咗一啲令到佢跌嘅技術分析啦。咁開始突破咗個形態咧，咁有機會咧係向上，咁但係我預計佢向上嘅時候，再要回落多一陣咧，先衝上去。OK， 好，咁今日嘅分析係咁多。如果你覺得我講嘅嘢係幫到你嘅話，麻煩你俾個 like 我 ，thank you，拜拜。